推開呢一道木門，我哋今次唔係住酒店，而係帶你住首爾嘅心臟時光膠囊。傳統嘅韓屋混搭簡約北歐風，仲有月光窗、原木橫梁、山水庭園，仲暗藏住半個露天 Jacuzzi。朝頭早浸 Jacuzzi 嘅時候，更可以欣賞中庭楓葉慢慢飄落。再睇 Dior 巴黎建築幻影，到舊工廠化身成魔幻空間。準備好，呢趟旅程要用瞳孔嚟採集美學標本。入住韓屋前就有一個小考驗，就係呢條大樓梯加石板路。而家去緊韓屋，哇好震個貓喎！我哋嘅韓屋其實好靚。但係一推開呢道門，就知道所有嘢都係值得嘅。首先，我哋解碼西村別堂嘅空間。韓屋設計非常 contemporary， 注重細節，每一個地方都睇到屋主細心嘅佈局。呢度用寶藍色為主調，而且有藝術品同埋各式各樣嘅品味擺設同埋書籍。月光窗框非常之有禪意。原木橫梁亦都有佢駝直嘅線條，中庭為韓式嘅庭園，有楓樹，打開窗戶 Jacuzzi 可以眺望庭園。開門嘅時候，我哋個韓國朋友已經偷偷地擺咗2份禮物喺門口。不如我哋而家打開睇下佢送啲咩禮物俾我哋。呢個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法國嘅knitter 嚟㗎。啊，好靚啊！跟住呢一個呢，係乜嘢色嚟？應該係 scent 嚟嘅。哦，OK。你睇下係。開嚟睇下咩？哇！開盒啦，好靚啊！我呢個韓國朋友呢，佢係流利法文嘅，佢亦都喺法國住咗7年。咁佢之前喺 Madame Figaro 嗰度做 managing editor，咁所以佢係有佢嘅品味嘅。咁佢其實就唔似一個韓國人嘅，佢同法國人啦，咁就可以好。即係無所不談嘅啦，暢談。咁而家連韓國KBS 都有揾佢上去節目，咁就因為佢講緊一啲流利嘅法文，咁所以需要揾佢去講解一啲關於法國嘅嘢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佢特登揀呢隻味俾我嘅。
咁我諗佢好知道我好中意花味啦，咁所以係有一個 orange 啦，跟住咧就聽到係啦要係啦，有 orange 啦 pomelo 啦，佢知道我中意呢啲即係甜甜地嘅花香味啊、橙花嘅味道嘅，咁咧試試先。噴一噴 Room 啦 spray ，room spray 嚟咩？我好中意隻味，係啊，我屋企我會成日噴嘅。咁佢話咧，仲有呢一個，佢特登揀俾我。哦，好靚啊！ shopping bag 啊！好靚！琴日可能佢見到我哋有個我 shopping，哋即係瘋狂購物得太緊要啦喺呢度，好靚啊！真係好靚啊！佢真係好有一個佢知道我哋中意啲咩？女士啦，佢亦都知道我好中意啲乜啦，咁所以佢特登揀咗呢一個俾我嘅粉紅色啦，佢又知道我中意。有陣時即係用啲嘢，佢係識得揀，唔需要太貴，但係咧好襯嗰個人有自己嘅 style，咁所以難怪佢係Madame Figaro 嘅 Managing Editor。咁不如 Angela 你又拆下佢 send 佢哋嘅係乜嘢嚟啊？好冇？可能佢係可能佢好見到我琴日着綠靚色。啊！佢知道我中意呢下好女人嘅嘢。首爾嘅聖水洞堪稱小 Brooklyn， 呢度充滿工業嘅記憶，而家係潮人朝聖之地。Grandpa Factory Cafe 就用咖啡因同文化去修復呢一個時間嘅裂縫。呢度嘅設計師係韓國非常之有名嘅建築師同埋藝術家洪東希。Coffee shop 空間野大，呢個原封不動嘅木台同工廠嘅工業風互相碰撞，木台保留樹嘅現狀，樹身亦呈現自然裂開嘅紋理，與空間營造和諧氣氛。二樓係 Gallery Store， 展示唔同嘅畫作、攝影作品、美術設計，完美展現文化同埋商業共融。Dior 喺聖水洞同樣施展咗一場空間魔法，外牆將 Paris Montaigne 大道30號總店嘅外牆設計復刻，建築物由金屬網狀組成，而且配備複雜照明嘅系統。入邊裝飾糅合韓國同埋法國嘅文化。建築本身設置喺亞洲同歐洲多個混合植物品種中，
茂密豐富。呢度點止係快閃點，而係一場精心策劃嘅一場溫柔文化復調。當我哋推開呢個冇面黃銅門嘅一刻，就見到清潭洞嘅時尚潮人喺度傾偈，而且炭火沸騰。主廚嘅甕缸暗藏住佢嘅發酵學密碼，就係佢嘅秘製醬汁。我哋人均250幾蚊港幣，食到最新鮮嘅韓牛同豬，仲有新鮮嘅蔬菜，而且配以 chef 特別嘅醬汁。呢餐飯食嘅都係首爾夜晚嘅韻律。而家咧就開始咧食嗰個豬辣煎咯，係喎，呢個咩醬嚟嘅咧？白色好想知。個豬係好靚嘅，green cheese 嚟嘅，green cheese。咁係點咩呢個？唔知啊，係咪可以配下個菜啊？豬唔知啊，唔知啊，你問下佢可以配咩嚟食？係咯，咁呢個豬，佢呢個豬又係燒得好靚咯。其實都係可以加鹽同埋加少少呢個 cream cheese 落去嘅，因為 cream cheese 其實原來可以令到個肉汁咧更加濃郁咁出到嚟咯。咁至於呢個shoulder 咧，即係豬嘅膊頭肩啦，豬肩啦應該係，咁佢個肉質好彈嘅。佢 even 連側邊嗰個皮嗰個膏咧都係爽脆，好好味。白色呢個係咩醬？係 cream cheese 嚟嘅，所以就加埋個油，然後就再嚟個牛味再沖咗。佢呢個裝會玩啲份啊，牛味再出啲喺香港就意就牛味其實係2個人689，就食豬嘅 set 嚟嘅。因為呢一間佢有700幾蚊，其實係2個人300幾蚊，咁真係好食完出嚟食得好好，但係食得好飽咧，都趕住要去食完啊，因為最後一日同埋食完啲肉咧係好味嘅。係啊，而家咧大家想睇。
間餐廳咧有好差嘅文化同俾大家聽，要準準陣係啦，間中樣係啊，咁喺歐籍嗰個區，咁就2個人食完咧，其實只係點翻所以就都幾好攤個地址俾大家，同埋我哋見到佢附近對面已經有咖啡啦，跟住又有其他 restaurant 啦。咁相信如果揾嘢食，其實以頭啲餐廳嘅樣嘅水準好似唔差，係啊，同埋個價錢，如果俾一分我真係唔嚟。係啊，所以就係啦，極度推介。下一集我哋會喺城市敘事中重逢，帶你一邊欣賞皇宮，一邊食個靚 brunch。所有空間密碼已經放晒喺 description， 長按訂閱或者點讚收藏，下次再感受城市解碼。